耳边风，终日与文夫进来报故园。我这里是官方自立空。
哎呀呀，娘子送着刀，腹中藏骨药，宁做太平拳，不做论死人。是我了，我了。你呀，你呀，这分明是民间爱好，那是你腹中骨药。你看的是哑巴为人妻，肚中咕咕叫。哎呀呀，是了，是了，是我哑巴为人妻，肚中咕咕叫了，是我了，我你呀，娘子，你吃过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娘子，早起好像听你说过，今日无米下过了，此刻这米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买了卷牌还了来的。不对。你那寄来的卷牌，不是已经被打扫拿去顶债了吗？此刻哪里的什么卷为你用？娘子，莫非你把秋袄也添买了？万年思表相修情，欢喜娘东江就人万六情，你的无名无名的无情，相公。
为了什么？论儿读书，此才自古恩天仙。早啊，相公这份情路，自在治国天下，为其三他之福，岂不尽妇道之本吗？
出远门，这个人间使用，老太婆也跑了半天了。赵家只有面布，李家只有桃子，要严正的100两银子啊！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苏大娘子才能买得起你。哎，没法子，只到苏大娘屋里走走。我想来想去，只了你吧，有谁才能买得起呀？
这我就算又要出门了，多见我送了个便宜货来了。张妈妈，清官欠了林官林，生意归生意，那么你说要卖多少银两啊？哎呀，这还要问吗？还是以你上次的价100两银子，100两。哎，世界的兵荒马乱的，谁会有这么多银钱来买这种东西呀？再多啊，也只不过借你30两。30两，看你说得出去，买就买，不买就算。哎呀，2公斤的银钱使用，叫我做主，我这个只手做得了啊！我是大娘子，80两手啊！70两，那么60两呢？哎呀，50两真可买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张妈妈，你到我门上也是老买卖了，50两就50两，谁想拿银子去？来，让我问我二娘子这个道理。还商量什么？金财留下，银子拿去，不买再来还你也不迟啊！哎呀，这个毛巾啊，一股他的手就哪里找回来了？大娘，张妈妈，这个50两银子，喏，我将儿孙子借我不计使用，欠我租金5两。许你九太太之手，借去黄酒1怀，也欠5两；借去棉花1袋，也欠5两。这样连分带利，也岂是20两银子？我多扣下了，这里还有30两银子，你拿去吧。我说大娘子啊，银是银，银是银，我张妈不欠你家的银子哦，这20两银子啊，可不能从我手中取罪喽！这个老母亲啊！
今日中去，乃是团圆佳节，理该叫妻子父母一同努力团圆才是。这个老糊涂啊，就是偏爱小儿子。哎呀，公公婆婆啊，我说我那妻子兄弟呀，也真是整天读书，把头包混啦。今日是中秋佳节，他还不向公婆大人来拜节送礼。对，他整天自由，可是这里真的要又不自理了。家门不严，出自穷说，替他做人。公公啊，说他穷啊，还真的穷苦的。刚才他们警察叫去张马编来名字，造假这桃子，地价这棉布，要严重的名字啊，买来买去，还不是买到我苏家门上来了吗？妈，这只警察是我深深的败家之本，要是买到别家去呀，我苏家岂对人家消化了嘛？丧家之子，将我苏家的颜面都得尽了。也是个活争气的儿。哎呀，是呀，这样下去，这快连来老婆的4房5年都要点得差不多啦。哪里话嘞？好嘛，雷女，好不了。罢了，兄长，小弟有礼了。既然来了，丞相快听过剧中来事。哎呀，妻子兄弟，今日是有人在身，平时吃饱了来的，还是留着我日再来吧。母亲，儿母已经用过了，既然如此，受过也罢。公公婆婆啊，妻子兄弟真是个孝子，今日的中秋佳节，他就巴巴切切地接儿老拜节送礼来了。稍稍受了吃笑，小弟我来日匆匆未备接礼。哦，对，那么一定是请公公兄嫂一起到后院去迎接赏月。去，我们大家一起去。嫂嫂，可小弟我并未备得酒宴。啊，没有啊，那么是嫂嫂还长路啦。既然如此，你来做人，一来大王爹娘兄嫂，妈妈儿来哩，那儿母爹娘兄嫂表演。
这3件银
件偷情也，要去哪去？我要去走。子女。
对呀，我稍稍倒有一笔，你笔住嘞，心中我生老命哟。嫂嫂，我劝你小平爱人的富贵，小亏我做子之人，我把你上古之人也扣一笔。我听听，你把我们上古之人比作不来？常有飞来飞去，不离分途。真理不过无诚信，问不他人为是谁？修到你安逸就入门，我快来恰是苍蝇顶高神夫人。车上休笑，一生我在边用，出门就困七彩龙，又到一日风云同生之里，龙腾可傲天飞，小子们推出我面。兄弟呀，这是50两银子，你拿去吧。这50两银子摆在水里外微笑，借他呀！你懂得什么？我死于逃离。妻子兄弟呀，你拿去吧。耶，他起来接你，我接着他又不要了。带起仇家子来了。二郎，既蒙兄早相助，你就收下了吧。母亲，拿去吧，不可忍心，免得伤了弟兄母亲。既然是此，小弟我受听已从今报还。买，这是把花花的50两银子呀，就这样轻轻巧巧的一生死就了事了吗？哦，对，
对，我与你写下家贫人妻。买家贫分亲都是不要的，我要你跪下来请。寡母去几期，望见亲，粗把披上到面口，我堂堂切测君子身意。瞒到你水中无生意，要素尽却是愧疚反复人，好事。难道我这50两银子卖你这么一回，倒还委屈了你不成？君子可责不可屈，就是我死也不认你的银子。那你两手空空，这样取得几方？我就是言多就亲，也能取得。好威风，一字气。好威风，一字气。你等着，谁忠于我威风之日？好，我等着。你数尽才能主官回来，我稍稍头顶相关，三步一回，见到结婚的前来接你。谢你稍稍美意，到那时快破你的膝盖，休要怨恨小的。只怕你落不完乡里，那就给你头顶相关，三步一回，亲自门来。我舍不得过，也无脸为门。
将那日离家之为知兄嫂邻座反目相争，不曾领不得功名，永不为分。如今我孤人落魄晚霞，想我时候心真想，委屈不成，委屈不得，委屈不得。我这里别过去了。想我是你心血修成一表，一陪那空生老者化作灰烬。这是我从命转世，生不曾经的山高水深，路途艰辛，心不忍啊，心不忍。我这里来往去了，大海王也是从无亲人，他这次归故真天下，不孝一个母子平安舒生，心也忘人，不去也罢，不去也罢。人生啊，节目皆在路，为什么眼前此事如结针？
重夺四书破万军，岂可缺个情深？一笑天下人，素锦啊素锦，你今日错了，你今日错了，凶杀凌弱谁难忍？势利小人何作能？恨结相是也能，更应该激励他子从小表本。想些人，愿望归去，如今上班，东山再起。素锦啊素锦，你真不要发工人要勇往，我心常担深如此，为家重修万年事，人令他欺人笑。为
是少为人，冷落了多情娘子的人，为了你我不依我为知情，谁做同胞成万生，说少反目成罪人，高堂老母长操心，高头来云当头，是不成白龙结一生，少不人是李梦东人称间，好世人名利就去配人情，其中好事无出息，不必是给爱为你保终身。我什么事来离什么门，倒不是为尊才嘛，为东希望家人说不离，我也得吃有自人。他为我千满庄田给他心，他为我年年来插水路人，他为我受尽凶杀千般受，他为我公婆责骂无怨声，他为我一碗破粥下半碗，为呀记着家徒四壁不久平，指望我遇到一日他是谁？
娘子去，娘子一身银马做成泪。倘若我是怕是去上自去，恰好是刚到去自他的我好不争气。国家自将，曾万代自经心里以为民则不亲。谁起来了？哎呀呀，我怎能贪谁呀？哎，我好不争气也。今夜来不能为此张多生气。
可是相反生气要欺骗是根本，他要欺弱死人引起无心之恨。话在不尊正困心，情报不用无素情，万语落好苦对分，万里生七个去，难道是不有一人生多不要死的兵法人也必须谋其性子，劳其筋骨，肃清原谅公道，乃是应受古人之训教也。你所想的是为血脉相搏，你是为了我活你为了不好，不好，相搏。好好好好，我属下就是的。一座开关机。
两眼偏作梗。说不是吩咐拥抱门前如黑的血扫干净吗？这里的血我是要伤的，你扫了叫我伤什么？哼！乌鸦想开屏，此物也美人。重用丈夫公正的在外冤枉，自己赖在我家7年外，连个谁都扫不上，还想做夫人，好不是虚词。穷鬼出门3年整，定然是无事他乡做冤魂。待到二老归天去，再问问你家人，无一人看。是for我面前。
惜他难渡山。他要是想留在我家呀，定叫他从左入平，入下登山。乡亲们敬礼！素人乡亲们的国是天下太平，大家安居乐业。今日他为转洛阳，家家户户必须瓜分结菜，点烛插香，到家门口去迎接。哎，李生大哥，啊，李生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哦，如果素人乡永远为下，哎，快去迎接。李生大哥，啊，我有什么事啊？你可知道这个丞相叫什么名字啊？丞相名为七口乱刀啊。姓氏啊，叫什么鸡？我叫苏金。不可乱刀，不可乱刀啊！苏丞相，为相，苏丞相，为相。哎呀，我的就是他。哎呀，公公婆婆啊，你们快来呀！做什么啊？哎呀，公公，妻子兄弟走了6个东人乡回来了。啊，有2个苦农家。哎呀，好呀对呀，怎么是1个苦农家啊？公公，不是苦农家，是6个都丞相。好了好了，哪里来的6个都丞相？等于着落了一个吉祥无相回来。公公啊，亲家是走了6个丞相回来了。我的儿媳妇啊，昨日里为娘起的大罪臣，家门之中人肯心情。公子儿出门迎堂里为端，妻子儿离家这句哦我不理。我这里哭哭啼啼心烦乱，有农夫庙的挖苦人。今天我讲了真话，他们都不相信我了。唉。青色书记荣耀贵，得了书教报喜讯。冤枉在家吗？冤枉在家吗？队长来了，队长请坐。冤枉！青色2个人去围报，魏王母子十分器重啊。他有16个，不用一刀一枪，不伤一兵一卒，使天下总享太平。老王见喜，将他封为6个丞相。我比他真的做过了。姥姥，1人虚荣，2人为实，顶着几子儿做了官回来了。哎呀，谢你，带我去接他。忙了，忙了！4次大学，你老大年纪，不去也罢。哎，儿子荣耀贵，那天也能去呀。姥姥，是你的儿子总未回来的，不去也罢。阿姨呀，夏天下的，我那几子儿总算熬出来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公啊，昨夜里灯花结结挂挂的放，清晨细瞧，叽叽喳喳的叫，我就知道是要做大官回来了。不然
三观接下去，礼遇的是高，满朝之贵都是的时辰啊！是啊，常言说得好，三岁宽到老，我妻子平日就自由的，哪能不足过你？姥姥，你今日3岁宽到老，往日里为何此次待他？亏你还说得出口哟！哎，妈妈，你好不懂事。常言说，旁人出孝子，你去教一声。我平日里不对他凶一点，他今天做不了这个活，也当不了落国丞相了。哦，此次说来，你可算是教子预防喽。这也是你妈妈的福气好哦。哎，怕他请出了个夫人。哎呀，婶婶，我们是亲族里，牙这一石头难免要打个架。平时里我有看上看下的，都怪我稍稍脾气不好。婶婶也是宰相肚里好长甩，不为少一位情深。婶婶，那这是警察，又是怕你买到别家去，白人笑啊！来，你快带上吧。嫂嫂，我哪派带这种警察呀？哎呀，婶婶，这样冷的天，你还要烧什么香？你烧了，他不是雨下来了？来，快请我去喝杯水，暖暖身子。嫂嫂，你是做什么？哎呀，婶婶，哦，罗姑夫人来啦！罗姑夫人来啦！罗姑夫人，请上座，是我嫂嫂一杯。嫂嫂是要吃叫妹水当不起，婶婶，是真的，是啊，是真的，真的。是真的，他做官回来了。是啊，他做了大官回来了。不过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记者做了丞相回来了。哎呀，婶婶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啊，当家的呀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当家的呀，你回来了！当家的呀，我那几个兄弟走了罗湖都人乡回来啦！哦，是啊，快去接你几个兄弟回来！是啊，快去接苏丞相回来。苏丞相，苏丞相，是啊，这丞相谁倒是谁说，必定是几子兄弟呀！怎么真见的啊，不假，二回来路过了洋人，听着丞相引轿送进，我急忙去到一见，只见神山人海，连一根筷子也塞不进去。我足迹有啊，好不容易进去，只见不上文武不怪，就是不见宋衣。哦，我常常一人误会他，这丞相可叫宋金。是啊，我就是他的哥哥。谁呀？那一人啊，别人带我8万10万，他就把我当成一棍。哎呀，看来这畜生并非做官。这见的，他要是真的做了官，怎么没有快马来报？哪个还管当丞相的哥哥啊？哎呦，呀，他几次运送都是落魄外乡，
相。再说，世上同名同姓的人也多得。他要是真的做了6个丞相，他怎么会把这位严夫人都忘了呢？好，你倒真像中国人啦！晚不少些去。曾经能是的死太都赢了啊！原来你的亲戚啊！对。要为下来洛阳道上真相明，世态炎凉神经多，这种才是不中情，留下他人，留下人，却一群。曾经自闭，死离心。这门上有人吗？其他他
我，如今我怎能再叫你跑得路面引起高堂？从今以后我出门迎亲，你在家中做饭。今日我已讨来了半碗黄炒面，娘子，你快与我做饭来。王金义娘子，来日又是时间长，落个风香回家门，长子一头高起你堂堂正正做皇人。娘子，你是到后堂保护爹娘，连我奸夫凶手最后就来。姐夫，你谁在袭击凶手吗？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凶手在于不是出心保佑必分文，若不曾想用天下，更不用弟兄手做情。必是我身为红裙西小人，独自为世界人情何是病？今日我却做不你人，为非留下一段心事门。这门上有人吗？啊，是谁呀？张家，你出来看看。你怎么话是这个？到话里来做什么？上去！哎呀，大爷大娘，谁苦人腹中饥饿，身上而人，来马去一钱一三。四岁一粥一碗，让我暖暖身子，马上就走。好了，没有，去快去！大爷大娘，大爷大娘。我是当家的呀，平时我那几个兄弟亲自干粮，怎么今天会偷完回来的呀？这叫做神穷志短言语低，再硬又不硬，偷完就比武士强啊！你不是做了官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兄长取笑了，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做官嘛？哎，我是金地青蛙难上天，我的泥鳅难人龙啊！那个都在讲，不也叫宋金吗？哎呀，兄长，同名姓那是同名人，这苏金真比那苏金，真可比你我弟兄同是一母生，兄长夫来笑。平
下万事，苏门同胞守着情，话出永远是一句。你两手空空回来做什么呀？莫非又是下来接你？哎呀，嫂嫂，十弟做生意强扯断，为人妻管一时平，为家再把思数年，来日再去公营。就算啥子难猜的，岂非是天日开花的道理？哎呀，当家的，你呀也不要太小看人了。他不是已经出头了吗？一分作王落花雨，一打不完天下醉，身穿八卦富贵我，万物皆良心出口，苏门祖宗起何度，青山里落花风香。哎呀，嫂嫂，你先要取消一路，小弟我不中气我，还让四岁一足一万，让我儿儿孙子马上去嫂嫂我送万送其身，送一送万人玉，哎呀玉！这里为官完毛儿麦，你拿去吃吧。哎呀呀呀，这毛儿们是人吃的的呀！穷归我不是，你不要，我还不肯。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这关外毛外少少真，夫妻口不生，孩子苦邻居。女下老外懂你心，教父亲永远不中丧子。哎呀，兄长，小弟我身上而来，还望家界衣衫与小弟聚会。你家缺衣衫是何换的你？还是讲究一点，到里面开路出去取一了壶，暖暖身嘛。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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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呀呀呀呀！这路中太是何去的呀？那么你家缺衣衫是何换的呀no，我这里有雨伞一把，全州第一呀！哦哟，你怎么菩萨？这来吃！这雨伞水泡，它的骨子还是好的。今日乡上4岁一足一万的一面，他是等小弟做了官，提官告今年为报啊！对你父亲做了官啊，我看乾坤都要倒转了。是理小人是理心，可叹有眼不识人。须知道将相本是万人夫，乾坤福地可用为。万秋大王的要听，万事怕怕情。
那月风雪景，我几儿男人真闻名。兄长你真不你弟兄手足情，人开路，别走路东是谁？我与你一直是上两只身，不是白花一条理，未免旁人身上端，从此有团结谁做尽？兄长，花枝花叶本也根，同用同美莫离分，修平富贵清平节，莫断弟兄谁做尽？我这里新添一座小花厅，真见得男女七百穷其寻，说少不是共分身，一从此需要在上门。出去！哎呀，嫂嫂，哎，你要我走，总得让我见过爹娘，得了娘子再走啊！好，你要进去不难，可是你望着什么的话，可还记得？我往日说过什么呢？你是普官回来，我嫂嫂头顶相闻，三步一回，前来接你。谢你嫂嫂美意，可惜我今日是落魄晚相，那就跟你头顶相闻，三步一回，进出门来。什么？还要我头顶相闻，三步一回，方可进门？是啊。哎呀，这样说来，今日我是一定要比，一定要比，固然要跪，不算要跪。好，那你与我取过相闻，待我与你跪。想当初平素生活为好夫人，看今晨，身被六个相迎为公卿，为今失礼心，却下君子身。嫂嫂，小的我与你跪下了。我望着50两银子难买你一回，今日难为你缺下生血，嫂嫂我倒要赏你100两银子。嫂嫂，说尽我今日下跪，也不是人许而不为己。那为什么？这位谢你嫂嫂当初一片接力之恩。报在请夫人传达。哪一个夫人啊？书记书本相的夫人啊。啊！这里。
为女妻之命上，你就去江湖神情吧。外王不娘将军，哎呀，你们刚才此次对他，这不情我也没法做了。二兄啊，你当初不是说过，他的祖国回来，你头顶相问，三步一跪去接他吗？哎呀！兄嫂，你们这是何苦嘞？如今还是旧书情，你几次被为何？我怕不得三年，只为今为是结人，一朝那是黄金酒，是空一道半路谁？嫂嫂，我再也不管了，再会万事。警察，这是警察，是深深的忘记你了。警察，是你从啊，点点不顾，三不前。妈妈不顾，我
忠心，千两黄金万两银，男男女肯定相会会进门。母亲妻子爱素琴，功夫大量万人欢，兄嫂分子同